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的啦啦队乐天女孩对外来输接到活动，因的前经纪人陈元凯封查出来，经手的金额将近2600万，互法院收押禁见。这个事件嘛，引发着效应，4位被告的乐天的女孩，拢发文章来讲，内心是真折磨，但是希望司法会当证明清白。其他无涵盖的团员，嘛有人受到连累，去互厂商来切割，工课无去。平面媒体嘛来报道，讲这件输接案的风波，可能会互乐天女孩大改造，包括这个李多惠甲兰兰等人，拢传出讲恐惊会离开这个啦啦队。查某囡仔穿短裙，笑甲正甜，伫台顶跳舞。乐天女孩今年每个表演真济，也毋过所有成员受到风波影响。乐天女孩成员温希昨发文章讲着工会向互取消，对方因为有疑虑取消合作，互伊骂讲应该爱先了解代志的头尾，无工会意思是和案情有关系。另外4位牵涉案件成员嘛拢发文章，其中因乐是发讹底被字文章表示，所有行为拢对得起家己良心，希望司法赶紧证明家己清白。辉辉也发文章讲，12点钟的等待过程真艰苦，也毋过刑事端正伫这进程爱好好工课。但伊嘛发出家己相片，表示继续每个工作。当前的成员李德辉则都加入无够一档。平面的媒体报道，乐天女孩将会大改造，马上压出可能的离开。队长娜娜恐惊也留袂掉。勾串其他共犯、证人及湮灭证据之余，认为有羁押必要，裁定应予羁押，并且禁止接见。乐天女孩前经纪人陈元凯涉嫌私底下接案赚2600万，最后红判羁押禁见。4个成员目前活动是继续，也毋过就惊会影响到未来工课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